各位，今日同大家分享巴麥爾嘅未來在等待的教育。今日分享到第4章，個題目係何謂真理，都係一樣啦。將佢分成2部分同大家分享，因為比較長。真理就係切身嘅認識，基督教信仰最原始嘅版本，亦都就係帶領腓利克斯神父追尋靈性嘅版本，就係以耶穌為中心。耶穌話：我就是真理。耶穌冇講話我會幫你揾到真理，亦都冇話我會將真理話俾你聽。耶穌聲稱佢就係真理嘅體現。面對追尋真理嘅人，耶穌唔係提出一個命題俾人以邏輯或者數據喺實驗室裏邊去驗證。相反，耶穌獻出佢自己，獻出佢嘅生命。面對追尋真理嘅人，耶穌做嘅就係請佢哋同佢建立關係，透過佢再能夠同人類世界、自然世界整個群體建立關係。腓利克斯神父嘅教導就係要學生與現實建立個人關係，而咁樣嘅教導完全係以耶穌嘅教導作為一個榜樣。由於原始基督教信仰係以切身嘅真理、位格性嘅真理，而唔係命題式真理為核心，因此留俾後世最豐富嘅體察就係與人有關嘅故事。呢度就有一則咁樣嘅故事，我哋藉由呢一個故事見證咗客觀主義嘅王國面臨挑戰。透過呢個故事，亦都睇出咗真理嘅不同觀點，而真理又可以點樣被認識呢？呢個故事係出自約翰福音18章，耶穌被押到去羅馬巡撫彼拉多面前受審。彼拉多問耶穌：你係咪猶太人嘅王？耶穌回答：呢個説話係你自己講㗎，抑或係別人講論我對你講嘅呢？彼拉多聽咗之後，怒由心生回答話：佢又唔係猶太人，而耶穌係猶太人，交到佢嗰度嚟受審嘅，因此要耶穌講清楚係有咩事，所以就問你做咗啲咩事呢？耶穌話：我嘅國唔屬於呢個世界。仲提醒彼拉多，佢嘅臣僕未作爭戰，任由官府將佢帶走，交俾審判，就證明咗佢嘅國係唔屬於呢個世界。耶穌呢一番唔合世俗常規嘅辯駁，彼拉多聽唔明，但係仍然都想從世俗嘅道理嚟理解，佢就大聲問耶穌：咁樣你係咪王啊？耶穌話：你話我係王，我為此而生，亦都為此嚟到世間，特為給真理作見證。凡屬真理嘅人就會聽我嘅話。呢個時候，彼拉多就問咗嗰個一則流傳千古嘅問題：真理是什麼呢？彼拉多最後嘅問，既可以帶嚟譏諷嘅冷笑，亦都可以作為絕望嘅長嘆。講唔定二者都有，不過譏諷同絕望喺真理一詞中睇唔到。我哋同彼拉多其實一樣，脫口而出真理一詞，常常只係用嚟代表遙不可及，甚至係虛無縹緲。呢一句問句嘅偏見，匿埋咗啲乜嘢喺個詞裏邊呢？彼拉多咁樣問，透露出佢嘅態度，正係典型嘅一種客觀主義，因為佢沉迷於真理是什麼。但佢眼前企喺度嘅係一個人，話自己就係真理。呢個時候，真理唔係一個外在嘅客體，真理變成咗一個主體，能夠進入彼拉多自己嘅生命主體裏邊。而彼拉多從一見耶穌開始，就一直要將耶穌客體化，所以強行將耶穌套進王呢個分類裏邊。而彼拉多咁做，當然係以當時嘅政治嘅語詞，將耶穌變成可以被理解、可有可無嘅一個實體。但係耶穌唔接受彼拉多套喺佢身上嘅分類，仲反問彼拉多：這話是你自己說的，還是別人論我對你說的呢？言下之意就係彼拉多開場嘅問句並非係出自個人親身嘅理解，只不過亦都唔係關乎個人嘅歪曲嘅模擬。耶穌話佢嘅國唔屬於呢個世界，所以就係冇辦法循客觀主義嘅政治詞語去理解。耶穌亦都提出佢個人嘅主張，講明佢嚟到世間降生為人嘅目的係乜嘢，只係彼拉多無法理解呢個一切新嘅真理，因為佢同耶穌保持一個距離視耶穌為一個客體、一個東西、一個乜嘢，而彼拉多就將真理化約成客體嘅詞彙，亦都係就將自己推到真理所及之外。到最後，彼拉多同意殺害呼召人悔改嘅切身真理，以用呢個客觀主義讓佢保有生命嘅控制權。呢則故事嘅寓意在於基督教深蘊真理既非外在嘅外物，亦都非有關呢一類外物嘅命題，反而真理就係切身嘅。真理嘅一切都要放喺個人關係裏邊嘅認識。
耶穌就係典範，係呢個切身真理嘅樣式。原本視作抽象原理命題嘅真理，忽然有咗人嘅樣同埋軀體。原本冇實體嘅話語喺耶穌身上有咗血肉，行走喺世人當中。耶穌召喚我哋進入真理，唔係一個信條、神學或者係世界觀嘅形式。耶穌呼召我哋進入真理，係呼召我哋進入一個群體啊，同佢、同彼此、同受造界、同造物主所組成嘅群體。我哋所認識，如果係抽象、與人無涉，喺我哋身外就唔係真理。真理需要知者同埋所知水乳交融，建立脆弱、信任又緩步荊棘嘅關係。耶穌將彼拉多從客觀主義後面叫咗出嚟，進入活生生嘅誓約關係裏邊。彼拉多卻始終想匿埋喺客觀主義同埋無人干涉嘅什麼嘅後面，無力咁回應耶穌嘅呼召。我以耶穌為切身真理嘅典範，有時會被基督教外界人士曲解咗，但係以基督教圈內嘅人士嘅誤解傷害最大啦。關於認識耶穌，基督徒常會朝咗兩個極端發展，一個就係認為耶穌嘅認識讓自己可以唔再去認識其他一切知識，譬如物理學、心理學、英文。另一個就係將耶穌對耶穌嘅認識當喺一個小房間，門上黐張紙叫做宗教嘅標籤，然後就去追尋其他嘅認識啦。彷彿耶穌同其他知識又冇關係喎。基督徒如果咁以呢種模式去認識耶穌嘅話，呢兩種模式其他人理所當然就要拒絕基督徒嘅真理啦。因為咁樣嘅真理同生命裏邊其他一切都冇關係，或者因為咁樣嘅真理就會滋生無知，而咁樣嘅無知已經唔知孕育出幾多嘅邪惡。耶穌話：我就是真理，並唔係就個人嘅身份發表特立獨行嘅言論，亦都唔係要我哋建立孤立嘅關係，以為呢個就係我哋所要知道嘅一切，或者係獨立於其他一切。耶穌唔係喺佢講佢個腦中有一切真理，亦都唔係話佢嘅真理會讓我哋無需追尋真理其他千變萬化嘅形式。反之，耶穌講嘅話係對現實、對世人同埋對現實之間關係嘅一種全新理解。而佢本人就係新理解嘅化身。真理無論係喺邊度揾到，無論揾到嘅係啲咩樣嘅形式，都係與人有關，都係要以個人嘅關係去認識。而追尋真理嘅話語就會變成世人同彼此同埋受造萬物一齊嘅群體嘅追求。而講出真理嘅話語亦都變成我哋喺生活中嘅實踐啊！當我哋進入呢一種稱為真理嘅關係，發現嘅不僅係耶穌呢個人，不僅係我哋嘅自身，別人身上嘅真理，亦都會發現浩大嘅宇宙整體。呢個就係呢個宇宙，借用馬丁布伯嘅話嚟講，呢個時候唔再僅係一個死物嘅他，而係完全徹底嘅你。耶穌化作肉身嘅真理話語就係道。呢個道萬物就係藉住去做嘅，凡被造嘅冇一樣唔係藉住去做嘅。所以世人就要透過與呢個你與群體嘅連結，一同學習同生活，而且唔單止同其他人類，亦都包含宇宙所有非人類嘅生命形式。基督徒若以低於耶穌所見證嘅方式去認識任何嘢，就係喺度物化、損毀耶穌。呢個就係將神嘅真理套上框架，辜負咗呢一個急需被視為理嘅世界。我知道將耶穌詮釋成為有位格嘅真理，會讓非基督徒喺睇嚟感到忐忑不安。佢哋會懷疑我係咪想意圖將整個宇宙放進基督教框架裏邊，將受造萬物放進基督教嘅神學大傘裏邊呢，而將其他嘅靈性傳統排拒呢？可想而知，咁樣嘅人呢，會希望我將耶穌塞翻落盒度，唔好讓我哋嘅信仰影響我嘅言論。但係呢個就係我嘅睇法啦。耶穌所體現出嘅切身真理非常開闊，唔會帶來分化或者歧視。誠如保羅話，喺基督裏嘅生命會拆毀我哋之間一切文化嘅隔閡。加拉太書3章。我並唔係喺度宣揚一套客觀主義嘅神學，意圖使所有人臣服於某一套教義或者進入教會。就算唔係以耶穌生命嘅為主為救贖主，一樣能夠喺耶穌身上發現切身真理嘅典範。將真理視為與人相關嘅，就係肯定存在於每一個人裡面嘅真理形象，不管佢相信教義，佢所屬嘅教派喺邊度。其實如果將真理視為與人相關，咁樣教義同體制只不過係追尋真理嘅生命嘅外殼，而呢個生命就喺每個人嘅心中鼓動不息。我哋要揾到嘅真理，唔係喺神學嘅細則，唔係喺對某個組織嘅效忠亦都唔係喺關係嘅品質，而係關係嘅品質，同彼此嘅關係，
同受造萬物嘅關係，呢個先係真理嘅所在。光就係馬丁布伯佢對理現實嘅理解，並以佢嘅猶太傳統深邃咁表達出呢一個切身嘅真理。佢一番嘅體悟，不少基督徒仲好難學到佢咁嘅程度。有關不同宗教嘅理解呢個課題其實好重要。不過對於建立自然同人類間嘅宇宙性群體，最大阻礙唔係狹隘嘅心態或者凱旋主義式嘅靈性傳統。認識呢一點好重要。最大嘅障礙其實係客觀主義，因為客觀主義一直將我哋全部睇成係物品。咁嘅客觀主義加上一點點宗教或者世俗意識形態嘅推波助瀾，好快就會變成政治同社會上進行分化、操縱、壓迫嘅手段。當今某啲嘅教派對於群體嘅威脅，不過係基督教或者係其他伊斯蘭教派都，佢哋唔係嚟自佢哋嘅靈性傳統嘅深處嘅，其實係嚟自一種客觀主義。遇到非我族類就將對方化約為物品。可能嘅話要求對方歸依，否則就係隨之而快。耶穌體現出嘅真理，反對呢一切嘅扭曲，更唔好講嗰啲奉耶穌嘅名而行嘅。基督教嘅切身真理對我哋所建立嘅關係品質嘅強調，一般都被看作係一種道德倫理或者某種生命態度，而唔係認識論，唔係求知嘅法門。我喺前面講過啦，客觀主義嘅認識論點樣淪為咗疏離操控嘅倫理。呢度我要講基督教對人嘅重視。如何可以成為講求參與同埋彼此負責嘅認識論？而要説明之際，我亦都希望能向各位指出，有關人類嘅知識從何而嚟。當代已經有幾種嘅理論，在都肯定咗我講呢種古老而且原始嘅求知方法。認識論要回答嘅第一個問題就係修馬克講嘅是什麼東西，讓一個人竟然能夠認識他身邊的世界？呢一個問題還有追尋答案嘅第一步，喺古老傳統上揾到。修馬克就咁講啦，求知需要心智和客體兩者相符才可。這是普羅提諾所說。普羅提諾係公元200年嘅哲學家啦。知者的構造若沒有適當的工具就沒有辦法有所知，這便是相符嘅真諦啦。而知者嘅理解一定要能和欲知嘅事物相符。神學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 就話過，唯有當所知的事物融入求知者裡面，才會產生知識。相符嘅理論明顯站得住佢啦。知者必須具備內在嘅能力，容納得所知，兩者嘅相交匯先至會產生知識。我哋如果冇能力想像出第四個向度，咁就永遠冇辦法知道三度空間之外嘅事物。不過，供我哋用嚟認識呢個世界能力嘅或者工具，又係啲咩呢？客觀主義有答案，佢會話我哋嘅感官可以覺察物品、物體，我哋嘅心智可以將覺察到嘅事物以合乎理性啦、邏輯方式組合起嚟。以咁嘅觀點嚟睇咧，知嘅能力就會攔截到現實，而現實又具有合乎嘅實證、邏輯基本結構，就會產生知識。但係我哋點解要假設人類嘅自我同世界交匯，只能靠感官同埋理性呢？人類嘅自我仲有好多其他能力㗎，譬如直覺、同情、情緒、信仰，點解單單靠感官同埋理性呢兩樣呢？人類嘅其他能力如果對知識冇作用，點解又會有呢啲能力呢？難道只係讓我哋喺呢個只能夠用感官同理性嚟了解嘅無聊世界揾啲開心？還是我哋呢啲不合乎實證邏輯嘅機能，其實亦都係相符嘅一面，另一面就係世界，而我哋唯有啟動咁樣嘅機能去同感官理性全面合作，先有辦法認識到世界嘅正體。我哋自己亦都係我哋想要了解嘅現實嘅一部分。所以既然我哋具備多重求知嘅模式，會唔會表示我哋喺所在嘅現實一樣具有多重嘅性質呢？基督教對相符呢個理解其實係超越感官同理性，進入全人嘅現實。修馬克本人亦都朝呢個方向踏出咗第一步啦。佢咁樣寫。佢話人是運用什麼工具去認識身外的世界？這個問題答案大記怎樣也脫不了這一句：人所有的一切，也就是一個人活生生的軀體，一個人的好心智，一個人自知自覺嘅靈性。而即使說我們人能運用嘅認知工具有好多種，說不定也說得不太對，因為其實我們全人便是一樣嘅工具。相符嘅真諦告訴我們，限制人類運用手中嘅認知工具，勢必導致人類所知的現實變得既狹隘又貧乏。
我哋只要將人以整體嚟睇，就會知道人所擁有嘅唔單止係感官同理智，唔單止係一堆認知工具嘅集合，甚至唔單止係修馬克所講嘅人類自己就係工具。雖然佢嘅講法相當精闢，呢度我哋都有，但歸根究底呢，我哋會發現人其實仲有自我，而呢個自我本質唔單止求知，而係關係裏邊嘅求知。佢透過求知進入一種關係，人嘅自我大於其各部分嘅總和。自我嘅宏大在於自我有能力超越任何一個形式嘅知覺，超越孤立嘅觀者，進入與所欲認識之世界嘅關係。最重要嘅係自我喺本質上係群體性，而呢個群體嘅養分就嚟自我哋已經得着一切啦。自我同外界建立關係，不僅需要有感官去覺察到外物嘅存在，不僅需要有前因後果嘅邏輯結連結，自我亦都需要同理心，以內在對外物進行了解，需要愛啊！體會外物嘅價值，需要信心，感覺到外物嘅起源同埋終局，並且需要尊重自己嘅自我，先能夠尊重外物嘅整體，尊重外物嘅自我。我哋嘅自我同世界嘅廣闊嘅相符，唔會使到現實變得狹隘貧乏。就喺我哋對外界建立關係嘅能力上，對外建立關係啦，需要動用到角色嘅工具，係旁觀者嘅角色永遠都做唔到。一旦建立咗關係，所認識嘅現實就會比起旁觀者嘅所見更為深入，更為圓滿。而實證同理性從來就無法窮盡現實嘅結構，現實嘅根本構造就係一切存在體所形成嘅群體。呢個群體充滿活力，互相關聯，彼此呼應。關係唔係講事實同埋理性啦，先至係開啟現實嘅鑰匙。我哋一旦建立呢咁嘅關係，就能夠進入有關現實嘅知識。人類並非只係呢一群裏邊嘅一個成員，然而人類呢係唯一有能力以自知同埋自覺投入群體，且有能力清晰表達。所以一旦我哋以一個有意識能反省嘅關係投入群體嘅能力，就會有所增強，我哋嘅知識就會增加。人類走上追求知識嘅道路，最深沉嘅呼喚唔係在於觀察，唔係分析，唔係改變事物，而係親身參與由人類同非人類所組成嘅有機群體，參與喺由關懷與彼此承擔所織成嘅一個大網。呢個網就係叫做真理。旁觀同建立連結嘅重要分野就在於建立連結一定係有來有往嘅雙向軌道。我哋如果只係用上咗人類天賦所有嘅工具認識現實，就會發現我哋亦都其實係為外界所認識嘅。我哋會單憑感官理智而去認識嘅世界，唔會回過頭對我哋講嘢，話俾我哋聽有關我哋嘅一切。以自己咁樣有限嘅知嚟認識世界，唔能夠讓非人類嘅世界仍舊無法言語，人類世界亦都無法表達佢嘅言語，因為人已經變成物品同埋東西啦。然而如果我哋啟動其他能力一齊認識世界，譬如同理心、直覺、憐憫、信心，世界就會發送一個優微嘅信息，無聲嘅話語，我哋就可以掌握得到。而呢啲信息話語講嘅就係人類嘅限制、人類嘅責任，仲有人類嘅潛力。我哋如果係讓完全嘅自我喺關係中認識世界，我哋就會進入相互認識嘅群體。喺期間，我哋就會改變外界之際，亦都為外界轉化。喺我哋求知渴望嘅背後，最真實嘅感情就係渴望重新織起群體嘅大網，揾到自己喺呢個大網中適切嘅位置。而追尋真理就係以我哋完整嘅全人向外尋求連結，咁嘅連結可以按着起初個愛嘅形象重新去摸索呢個世界。所以認識真理就係以我哋完整嘅全人同埋受造萬物建立相輔相成嘅關係。喺咁嘅關係裏邊，我哋唔單止認識外物，亦都敞開自己讓外物認識啊！所謂真理其實就係切近於個人，呢個講法需要小心解釋啊，加以限定。因為當今群起反對客觀主義嘅運動，譬如反對客觀主義，就會將我哋同埋將世界化作一啲東西嘅專制，去其求知嘅形式，卻又會將人性嘅真理化約成為私有嘅真理。所謂當今反抗客觀主義嘅潮流呢，走嘅方向其實係一種主觀主義，而主觀主義嘅危險不在於客觀主義之下。一旦領悟現實並不是在外嘅外物，就好容易將現實變咗在內，將真理同個人嘅感知需求畫上一個等號，形成咗你有你嘅真理，我有我嘅真理，你嘅我嘅有咩差別？唔使理。好多從客觀主義嘅專制逃走嘅人，最後就中意用呢種口號啦。
諷刺嘅就係原本要將世界從客觀主義解救出嚟嘅努力，反而將世界再關喺另一類型嘅真理籠牢裏邊。如果我哋個人嘅感知就係真理指標，咁我哋個人嘅真理，外人不得以其感知提出質疑或者加以詳述。我哋揾到真理，只不過又再度將世界物化或成為客體，不過又同先前嘅一樣，同他者保持距離，不過又係喺度迴避自己需要改變嘅挑戰。咁嘅睇法就會將自我孤立，結果變成世上有多少知者就有多少個世界，摧毀咗建立群體嘅可能，最後就會將他者變為無關緊要嘅外物。不管一個人睇他人嘅世界係羨慕或者妒忌，他人嘅世界永遠就唔係我嘅世界。他人同他人嘅現實只係我哋遠觀嘅對象，唔係我哋建立關係嘅對象。而主觀主義背後嘅推動力或者係反客觀主義啦，但係走嘅道路就係殊途同歸，回到原點。結果真理仍然冇機會將我哋同我哋嘅世界積埋一齊，成為彼此擔待、互相改變嘅群體。而呢一路嘅主觀主義嘅求知，亦都同客觀主義嘅同輩一樣，喺教學裏邊充分展現長處。所以有啲課堂上係由個人嘅自我稱聖，以至於真理喺咁樣嘅課堂就被弱化為個人嘅自我嘅所見、所感、所需。咁嘅教學方法不僅將其他人嘅自我視若無睹，亦都將授課科目化作無物。如果係真理嘅標準，就係一個人嘅自己嘅感知、自己嘅需求，咁樣研究科學、歷史、文學對我嘅人生有咩用處呢？咁嘅教同學不過只係逃避改變嘅另一個對策。如果係一個人嘅知識，無論係幾豐富完整，就係萬事萬物嘅標準，咁樣個人就唔會有意願去同外界現實交匯，尤其係嗰啲會譴責啦或者糾正個人現實嘅外在現實，更係為之避之不及。真理如果僅係在內啊，我哋就會失去與真理嘅超越性嘅連結，亦都因為冇投身喺誓約嘅群體當中，讓自己嘅幻想就無法受到批判。所以根據基督教信仰，真理既不是在外，亦都唔係在內，而係兩者兼備。真理喺愛當中，喺關係裏邊，喺所知同所知者嘅對話中，而呢個知者同所知都係彼此獨立，卻又互相擔待嘅自我。就係咁樣嘅對話，將切身嘅真理從客主觀主義解放出嚟。因為唯有我哋先承認他人亦都係完整嘅個體，不容化約成為我哋感知同需求，真正嘅對話先有可能出現啊！而所謂真理就係切近個人，唔係只將真理與侷限喺私人主觀嘅層面，同他人相會，視對方為一個完整嘅人，就係同宇宙最客觀、完全無法化約嘅現實相會。呢個係一個人，唔係東西。我哋點樣堅決都要將對方限縮喺我哋有限治理嘅形象之內，呢個人亦都一定就會極力反抗。所以一個人徹底嘅客觀性就呈現喺耶穌同彼拉多嘅相遇裏面。彼拉多硬係要將耶穌套進當時政治範疇嘅框框，所以問耶穌：你係咪王？但係耶穌呢個人冇就範，耶穌唔肯走進彼拉多嘅框框，耶穌堅持要維護佢身為人嘅整全，所以耶穌話：你說我是王。接住再跟彼拉多解釋佢覺得自己係邊個。呢度有個重要嘅吊詭要講下，客觀主義將世界化成物體嘅集合，把知者置於呢堆不會言語、沒有生氣嘅物體之中，任由知者賦予呢啲物體定義，而物體只能夠被動接受。從呢個角度睇，客觀主義創造出最主觀嘅一個世界，以我哋自己嘅形象創造出嚟嘅世界，裡面有一大堆無力反擊、無力捍衛自我嘅物體。不過，如果我哋從切身真理嘅方式去認識世界，與彼此歷史自然展開對話，視其為完整嘅個體，咁我哋隨目所見都係有位格嘅存在，唔肯遷就我哋私人對現實嘅扭曲。無言嘅萬物、無聲嘅客體，仲有橫遭科學消音嘅人類，亦都會因為切身嘅真理而揾到自己嘅聲音，有辦法向知者訴說佢哋嘅真理。而呢時候嘅知者亦都願意順服地聆聽。呢個時候嘅知者唔再係以一個操控支配為目標，而係樂於加入真理嘅群體當中。真理是切身的，呢種講法聽起嚟雖然好似主觀主義，創造嘅世界卻能讓我哋體會到他人就係獨立於我哋想像之外。咁嘅世界比客觀主義創出嚟嘅世界有更多外在嘅知者嘅存在，更多嘅互相擔待。而當我標舉切身真理呢個道路，認為呢一條道路唔會走到個人主義，而會走到關係嘅話，
對話或者互相改變嘅群體裏邊，係咪太過牽強呢？如果真係牽強嘅話，咁亦都係因為客觀主義一直要我哋將人睇作係一堆人類嘅一個孤立物體，忘記咗個人唯有身在群體中先會係一個個人。不論我哋係咪知道，其實每一個人都係群體嘅縮影啊！我哋每一個人之所以為人，就係由無數嘅自我喺在內聚嘅過程中塑造出嚟嘅，包括家人、朋友、同事、陌生人等等。而身為人，我哋若要是有所成長，要拓展我哋對世界認識，就一定要自覺咁參與在生命中湧現嘅群體關係，承擔他人對我哋嘅要求，亦都對別人有所要求。而唯有身在群體嘅人先會出現，唯有身在群體，人先能夠繼續成為人啊！咁樣嘅群體唔單止係一堆其他人類嘅自我哋同物質世界亦都有群體關係，同植物啦、動物啦、神啦，全都有群體關係。我哋嘅人性將我哋緊密連結於嗰條存在嘅巨鏈，往上與神相連，根據佢嘅形象，我哋被造；往下與大地相連，一切受造物由其中孕育而生。我哋不過係呢條巨鏈嘅一環，所以我哋知一定要將其他嘅環節咧考慮進去。活喺世上卻對其他環節一無所知或者鄙而不肖嘅，不僅會讓我哋嘅生命陷入險境，其他生命亦都難免難幸啊！就好似客觀主義嘅求知方法所造成後果。所以今日分享到呢度先，好，下半段我哋下一次再分享，多謝大家。